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開心嚟到大家嘅當中，可以話係舊地重遊。20多年前曾經喺過呢一度嚟到開華聯會嘅侍奉嘅工作。咁而家舊地重遊，咁呢就對於喺當中講道別有一番嘅風味感覺感受。再一次邀請多謝大家嘅邀請啦，牧師嘅邀請，仲有弟兄姊妹俾我有咁嘅機會喺度再一次代表華聯會向大家嚟到問安，願神嘅恩典厚厚嘅嚟到降臨俾你哋每一個。今日我趁呢個機會用好簡單嘅方式介紹我而家一啲嘅侍奉。我而家喺華聯會嘅同工，咁負責嘅就係全國廣東話國語嘅教牧嘅同工，大概400多位喺嗰度呢，係負責做教牧關懷嘅工作。如果你睇到呢，喺過往嗰2年，我已經呢係喺唔同，總之有華人教會嘅省份呢，我都去過晒。不過教牧同工仲未接觸晒，所以當飛嘅路尚遠。有機會嘅話，再一次能夠嚟到大家嘅當中嚟到侍奉。咁亦都係我自己所期盼嘅。今次其實我喺呢一個 trip 咧，係特登嚟多倫多呢一邊。原來我發現咧，睇地圖原來多倫多好大嘅。咁我嚟自溫哥華，我成日咧嚟到嘅時候就發現自己係鄉下仔。咁點都好，咁咧我就喺侍奉嘅時候就集中喺，我就當咧機場以南啦，好唔好啊？姑且我咧即係我對地理唔係好識。咁啊，機場以南咧 ，Hamilton 啊、Windsor 啊、St. Catharines 咁嗰啲嘅地方咧，集中喺嗰度關顧嗰度嘅牧者。12月我會再嚟，咁當時咧我就會嚟到係去機場以北嘅地方啦，咁希望大家嚟到繼續為我侍奉咧嚟到禱告啦。咁咧喺咁喺未來咧，你要睇到一啲唔同嘅省份，有啲嘅月份嘅，一路至到咧係12月咁樣排隊咁樣嚟到一直咁嚟到繼續飛唔同嘅省份，關顧嗰度嘅牧者。希望喺我哋嘅牧者嘅當中，能夠係讓佢哋能夠得到一杯嘅涼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叫再闖高峰，約書亞記嘅14章6節至到第15節。不如我哋喺再闖高峰之前，呢個題目之前，我哋嚟到問一問我哋嗱，以下嘅問題呢，就好似似乎集中喺85歲，相信喺當中大家85歲嘅人不多啩。咁但係呢，就如果我哋咁樣諗，我哋就當自己係58歲啦。或者48、38都可以，都要問一個問題。嚟到咁樣嘅年齡，特別如果集中喺問85歲嘅嚟講，你可以期望佢可以做得啲乜嘢嘢呢？咁樣我哋通常咧都會話安享晚年嘅。溫哥華就係話去下遊輪啦等等。咁安享湊孫弄孫為樂 ，very good。咁但係仲有一樣嘢，祈禱便可以了。通常就係話，我乜嘢都做唔到。但係事實上，如果當係咁樣講嘅時候，如果稍為留意下，我就有時聽起上嚟都唔係太舒服。我就會覺得有少少貶義。咁即是話侍奉期已經過去，要退下來了，係咪咁樣啊？即是有啲人會加上一句説話：我冇用啦咁樣。其實有一種阻住別人、被阻住嘅意思。但係其實，如果當我哋睇迦勒嘅時候，我哋仍然會睇返一個85歲嘅人，仍然有機會，仍然都係可以喺侍奉嘅裏邊再闖高峰。所以，如果當我哋要睇嘅唔係用年齡，而係睇個心志。當迦勒嚟到係佢睇自己嘅侍奉嘅時候，佢話：我願意為主嘅緣故行多1里路或者多里路。使我可以再闖高峰。咁即是話呢一句嘅説話，唔單止係85歲嘅人嚟講，75、58幾多歲、幾大年紀都好，都可以係咁樣做嘅。嗱，今日嚟到同大家嚟到分享呢一段嘅經文，係主要都係講迦勒，因為經文
要細節嚟睇都需要時間嗬。咁所以係集中喺幾方面同大家一齊嚟到睇神嘅説話。咁當我哋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咧，我哋睇一睇經文一啲嘅背景啊，由1章至到第12章，係講約書亞記，係講當時嘅人已經進入去迦南地啦。進入去到迦南地，我哋就睇到呢個係迦南地嘅地圖。如果我哋從咧大家睇到條紅色嘅界嘛，即係中間嗰條線嗬，呢條係約旦河。從呢條約旦河裏邊，我哋可以分佢成東同埋西。咁咧，我哋睇翻第13章開始，嗱1至12章就進入啦。咁13章開始就講佢哋分地。分地嘅時候就分約旦河東嘅地應該歸邊啲嘅種族。跟住咧，我哋再睇約旦河西嘅咧，就係由第14至到第19章嗰度嚟到係記載。嗱，當喺分地嘅過程，請大家留意啊！佢分地唔係分俾一個人嘅噃，係分俾一個族嘅。所以你係一個族嘅，你就可以喺嗰個地方嚟到定居喺嗰度。我可以咁樣講，安居樂業啦。嗱，但係喺分地嘅過程好特別，有一個人嗱，唔係族，係一個人。迦勒係向約書亞咧求山同埋地噃。嗱，如果我係我係約書亞嘅話咧，我就有少少唔好意思啦，係咪？即係點解你分俾一個族噶嘛？我自己個人啊嚇，咁嚟到係要一啲嘅地方咧咁樣樣。約書亞又好好喎，聖經又記載啦，第14章第13節就將個地分咗俾迦勒，應該係俾群體一個族，但係而家俾一個人。嗱，你又睇到聖經喺記載嘅時候，就將一個人嘅特點咧講咗出嚟。豈唔係就算迦勒咧冒昧咁嚟到係求一個山同埋地，好啦，攞咗就算啦，唔記載。但係聖經就正喺呢一度，覺得係群體應該得山與地嘅時候，點解要俾個人呢？咁好明顯，其實就係迦勒佢本身有佢個人之處，係值得當時咧啲人嚟到係效法，亦都值得我哋而家嘅人嚟到係效法咯。咁我哋就要問啊，點解咧佢要攞呢個地咧？咁樣樣有幾個嘅原因。第一，佢有一個屬靈嘅質素，就係佢心靈嘅裏邊，佢服侍神。嗱，我哋睇第14章嘅第8節至到第9節，我哋咧有好多唔同嘅字啊喺當中，我就將佢 highlight 幾個。第一咧就係完全嘅順從，跟住第9節係完全嘅順從。寫用嘅字眼係一模一樣，特別係順從呢個字係同一個字嚟嘅。跟住我哋再睇第14節，完全順從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又係順從呢個字係同正話嘅第8節至到第9節係同一個字嚟嘅。嗱，你唔好只係睇一章嘅呢幾節啦，我哋再睇下申命記嘅1章36節，經文亦都係記載同一個嘅事情嘅。佢經文嘅記載就係話佢完全忠心嘅跟從，忠心跟從同順從其實都係同一個字。咁即是話咧，佢有一個生命嘅特質咧，係值得咧係真係將個山同埋地俾佢個人嘅，就係佢順從耶和華。其實呢件事係講緊乜嘢咧？點解話佢順從耶和華咧？係記載讓我哋睇翻咧喺民數記嘅第13章至到第14章記載一件嘅事蹟。喺當時嘅以色列人，當佢哋進入去迦南地之前，佢哋派人去探地啊嘛。咁當佢探地嘅時候，就覺得有流奶與蜜之地 ，very good。咁跟住係乜嘢啊？又有肥美嘅生果。大粒嘅等等嘅生果啦，等等。咁當佢哋睇到嘅時候，哇 ，very good。但係當佢哋去再行遠啲再睇嘅時候，
就係希伯倫山地呢一個地方。佢哋睇到，哎呀，不得了！有亞納族人喎，仲有個城牆非常大喎。咁於是佢哋就驚嘅時候向摩西發怨言，其實亦都係話：哎呀，我唔要嗰個地啦。咁咧就我唔要。咁喺當時眾人群情洶湧嘅時候，迦勒就走咗出嚟。佢話：你哋要睇神嘅應許。當時係記載民數記13章嘅5節至到9節。你要睇神，你唔好睇個環境。環境會變，令人得人驚。環境會令到人呢係覺得自己以往所認為啱嘅嘢係唔係真係再啱，或者話根本就錯，或者話以前啱我都冇睇錯，不過而家唔合用，會唔會？但係迦勒係講俾當時嘅以色列人聽，佢話神俾我哋有應許，你唔好睇環境啊，要睇嘅係乜嘢？神嘅心意。神嘅心意話係咁，就信服，就行上去。所以當迦勒嚟到向約書亞嚟到求一個山與地嘅時候，佢唔係話咧，好似有少少巴巴閉閉咁樣樣，話我要攞個地方，而係佢睇呢個係我自己心靈信服嘅結果，亦都其實經文多次提及到係耶和華俾佢。信服與俾，或者話信服與供應，就係背後同我哋而家其實有啲乜嘢好特別嘅地方呢？咁樣樣信服弟兄姊妹，當我哋每一個人乜嘢嘢冇發生，我哋叫做風調雨順嘅時候，講信服 OK 嘅。唱詩歌講到話我要完全信服神 OK 嘅。但係真正要喺人生嘅裏邊做抉擇嘅時候，信服嘅呢個功課，或者呢一個屬靈嘅品質，就要我哋嚟到行出嚟。我記得喺我自己牧會嘅過程，識得一對嘅夫婦，咁咧佢哋都係即係喺結婚前咧嚇，佢哋未信耶穌嘅嚇，未信耶穌。咁未信耶穌嘅時候，咁佢哋做乜嘢咧？咁咧佢哋係同居。咁佢同居嘅時候，即係似乎大家都係開心快樂啦咁樣。後來神嘅恩典嚟到臨到，佢哋信咗耶穌。神嘅恩典臨到，佢哋信耶穌。咁跟住佢哋睇到神嘅説話點樣啊？哎呀，婚姻嘅嘢有婚姻先可以一齊生活嘛？點可以未婚之前就同居呢？咁樣，於是兩個人商量就係話：好，我哋從此點樣呢？佢哋分開。各自揾地方嚟到嚟住。嗱，依啲對我哋嚟講，哇！喺進入去一個關係，習慣咗某啲嘅生活，你要分開喎。好，咁啊分開翻咯。分開咗嘅時候，跟住神嘅恩典咧，俾佢哋咧係後來結婚，因為佢信咗耶穌啊嘛嚇，咁咧就跟翻神嘅教導，佢哋結婚。咁我覺得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生命嘅見證。嗱，唔係話咧，我要係咪買一間屋、買一架車咁簡單，而係講到兩者之間嘅關係。神嘅恩典再繼續嘅臨到，就係呢一個人其中一個啦嚇，唔能夠講邊個。咁咧喺其中一個人，佢哋蒙神嘅呼召，而家喺讀神學，佢哋好希望有一日就佢自己能夠可以喺呢一個嘅教會嘅裏邊嚟到侍奉主。弟兄姊妹，人與神之間嘅抉擇，或許我哋每一個人喺信耶穌之前呢，我哋有好多我哋自己嘅諗法。但係神話：喂，你要信服我嘅説話喎，你要點樣樣呢？呢一對夫婦係講俾佢聽一件嘅事情。其實乜嘢叫做信服？乜嘢叫做信服？唔係一句嘅説話，美妙嘅詩歌。原來係講緊將我哋個人嘅喜好擺低，用神嘅標準好似一把尺咁樣度。哎呀，我哋嘅標準係咪啱？我哋咁樣生活係咪對？我哋認為啱嘅嘢係咪真係啱？如果係咁，我哋先叫做真真正正嘅信服我哋嘅主。今日我哋每一個做信徒嘅弟兄姊妹，
讓我哋每一次唱一首歌，我真係要順服，或者提到順服嘅時候，我哋唔好係唱得激昂，而係我哋要話神啊，我生命裏邊仲有瑕疵，甚至渣滓，冇人中意，自己都覺得唔好。神啊，求你嘅恩典臨到，我繼續嚟到行喺你嘅心意嘅當中。第二，迦勒佢做一件咩事呢？佢操練佢嘅身體，等待主嚟到使用。第10節至到第11節，所以你睇下，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講呢啲説話之後，耶和華就照佢嘅應許，使我存活咗45年。就是以色列人在荒野行走嘅40年日嘅40嘅呢一個嘅年日。現在睇，我而家85歲。我而家85歲，係講緊乜嘢？我而家85歲。我而家85歲，佢繼續講，佢話我嘅身體係點樣強壯嘅？當時，而家都係。弟兄姊妹，你唔好講80歲啦，好唔好啊？唔好講85歲，我哋講58歲啦。你都可能同40歲嘅時候，你嘅體能都係咪差好遠啊？一定。或者你唔係啦，咁啊感恩嘅。但係我哋就會問咧，點解會相距幾十年之後，仍然都會係咁呢？其實背後係講緊一種嘅操練。我喺度咧講一講我自己一啲嘅經歷啊。咁咧我自己洗禮嘅時候1974年嘅嚇，咁我相信有好多弟兄姊妹比我咧更加嘅早啦嚇。咁咧我就1982年開始喺香港侍奉，至今咧都都係40幾年啦。咁睇一段嘅經文對我嚟講都有一番滋味在心頭。40幾年嘅侍奉，咁跟住99年嘅時候，我嚟到溫哥華。12年嘅時候就翻嚟香港，都係繼續侍奉。好啦，點解會突然之間咧係有一個2016年咧發生咩事咧咁樣樣？2016年係喺我嘅人生嘅裏邊咧係有一啲特別嘅地方。大家睇到乜嘢啊？中風咯。2016年嘅時候，我喺香港，當時中風，但係喺中風嘅時候，我到而家都一樣，我覺得自己都係精神活潑嘅。間唔中都仲會出下啲嗰啲叫做咩暗瘡添啊！你哋會唔會㗎？咁咧就間唔中都會中風。我喺嘅醫院嗰度住咗咧係3日2夜。咁我覺得都係一啲嶄新嘅經歷啦嚇。不過其實我重點唔係擺喺呢一度，我係有一個嘅中風後嘅立志。我唔願意俾我身體嘅狀況打垮，我唔願意人哋話你係咁就係咁。我要立志嘅係操練我自己嘅身體。咁因此咧，由2016年開始，我開始運動。係咪覺得好神奇咧？嗬，咁耐你先開始運動。咁我係行山、跑步。喺香港，我已經行咗好多個唔同嘅山。如果大家知道邊個山叫做蚺蛇尖嘅話咧，我都行過幾次。不過你唔好覺得我好犀利，我咧係人哋行2步要等我3步咁嗰啲嘅。咁所以慢慢嘅行，操練身體。點解？點解？當然啦，身體健康重要，但係健康為什麼？為什麼要健康？係因為我自己好想嚟到繼續侍奉我嘅主。2023年，當時係65歲，我就退下來，退下前線。而家開始喺華聯會嘅裏邊嚟到侍奉。我上星期15號我嚟多倫多侍奉嗬。咁啊之前嘅1個禮拜，我仲喺度跑緊13公里，分開2日跑嚇。分開2日嘅，應該係13.7公里。點解？操練我哋嘅身體係重要，操練我哋嘅意志力係重要。
操練我哋嘅靈性係重要。各位，我哋唔好只係話我哋要身體健康去操，即係練下，好唔好啊？我哋話為什麼身體重要之外，意志力，仲有我哋嘅靈性，面對我哋嘅人生，面對我哋嘅侍奉，面對我哋嘅工作，都係一樣。有時冇一個嘅目標，有目標但係冇韌力，亦都做唔到啲乜嘢，你會好快嘅嚟到係退。我哋常常都聽到一句嘅説話，想運動嘅人呢，係成日都想揾方法去運動嘅。唔想運動嘅人呢，常常去找藉口呢，係唔去運動嘅。不過個問題係乜嘢？我哋除咗再一次提，除咗係為咗身體嘅健康，亦都係為咗侍奉嘅緣故。各位弟兄姊妹，做下運動好唔好啊？嚇！迦勒係讓我哋睇再創高峰，唔係得個講字。而今我85歲，當時如何，現在也如何。當時嘅力量，當時嘅意志力如何，當時嘅靈性如何，現在也是如何。好唔好啊？一齊啦，好唔好嚇？跟住佢第三，亦都係最後嘅一點，佢係攞翻佢自己嘅初心。好啦，我哋睇段經文好特別。所以求你把耶和華那天所應許嘅，耶和華應許嘅呢個山同埋地給我。嗱，喺呢一度我哋提耶和華應許佢俾山地，呢個山地係一個乜嘢嘅地方呢？剛才喺開始講到嘅時候都講，其實就指希伯倫山地。咁希伯倫山地又有啲咩嘅特別嘅地方呢？咁樣，我哋首先睇下啦，喺地理嘅環境咧，就喺紅色點嗰度就係希伯倫山地啦。咁樣，希伯倫山地其實係一個歷史嘅名城嚟嘅噃，係有啲乜嘢嘅歷史咧？咁樣就係有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利百加，仲有咧係利亞嘅墳墓喺嗰度。人哋一諗起希伯倫山地，就唔係諗到有一個山與地，而係諗到哇！我當時嘅列祖列宗就喺嗰度葬喺嗰度，唔係代表嗰度神聖啊，而係代表佢哋點樣倚靠神，提醒翻佢哋係我而家都係攞呢個嘅地方，係提醒翻我自己當時嘅人攞到嘅山與地，當時嘅人喺嗰度點樣倚靠主。我而家都要揾翻個初心、初衷。嗱，除咗係咁樣之外咧，呢個又稱為列祖嘅城。咁無論你點樣嗌佢都好咧，呢個只不過係講俾我哋聽，提醒我哋呢一個地方係讓我哋揾翻我哋嘅原本。弟兄姊妹，我哋嘅原本喺邊度？每一個人都唔同。從地方你可能嚟自香港或者邊度都好啦，但係我哋諗翻你原本就係你侍奉嘅初心。侍奉嘅初心，乜嘢叫侍奉嘅初心？就當你喺某一個嘅聚會、佈道會又好、獻心會又好、培靈會又好，你可能曾經企過起身，你曾經喺主嘅面前，喺人嘅面前立志，企過喺講台嘅面前話我要侍奉主。而家就要揾翻呢種嘅初心。但係時移世易，好多時我哋因為環境甚至個人嘅失敗、挫折，或者睇到一啲好唔啱嘅嘢嘅時候，我哋就失去咗。不過如果係咁嘅時候，容讓我哋翻去我哋當時立志嗰個時候，我哋講過啲咩嘅説話？或者你唔一定企過出嚟，你喺詩歌嘅時候，你曾經唱到激昂，哇喊晒，咁神啊，我要乜乜乜，翻去嗰度好唔好啊？初心，希伯倫山初心，但係然而希伯倫山亦都係失敗嘅標記。
記得最開頭講嘅時候，當以色列人窺探進入嗰個迦南地之前，窺探啊嘛，窺探到希伯倫山，哇係唔得喎！嗰度咧有高大嘅人，即係高大嘅城牆喎，唔得啦唔得啦！咁於是啲探子係咪翻嚟報惡訊啊？記得咯嗬，報惡訊，神咧即係覺得佢哋咁真係唔係好妥當，於是就懲罰佢哋喺曠野嗰度漂流40年，係初心嘅記號，同時間係失敗嘅回憶，失敗嘅記號。咁點樣？迦勒，不如咁講咧？你覺得佢不知天高地厚啦？其實佢85歲人啦，係咪？佢點會不知天高地厚咧？佢話：你知唔知嗰個山係有啲乜嘢？有亞納族人喎，有堅大咧，係寬大堅固嘅城喎。哇！即係我哋用而家術語講嗰啲人係點啊？牛高馬大啊，係咪啊？哇！你見到一個巨人咧，你自己都要縮埋啦，唔好講佢要打你一錘咯嚇。咁我哋揸車都係咁啫嘛，你嘅車喺你隔離大架，咁你嘅車仔你就 feel 到噶啦，係咪啊？啊！哇！我只不過係一個嘅老鼠，仲有唔止喎，堅高嗰啲亞納族人啊，佢就係住喺一個高大堅固嘅城嘅裏邊。亞納族人係乜嘢人？有好多嘅研究，就係話其實就係耶利哥哥利亞，大衛同哥利亞咧即係對決嗰場仗咧，嗰個哥利亞其實就係屬於一個族嘅。咁你就可以睇到，哇！真係犀利啦！咁呢個高大堅固嘅城，又令我哋諗起另外一個聖經嘅記載，係攻打耶利哥城。大衛與哥利亞係後期㗎啦，係咪？即係呢件事之後㗎啦嘛。咁但係耶利哥城係佢發生咗唔係太耐之前嘅事嘅啫。無論你係點樣睇幅嘅圖畫，都係俾人哋一個嘅感覺，一個重要嘅概念，係講到咧，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失敗係已經成為歷史過去式。我哋可以繼續嘅留戀，真係留戀㗎，控訴自己嘅失敗。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喺邊一度跌低，邊一度起嚟；邊一度跌低，邊度起嚟。係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嘅一種嘅生命嘅狀態。各位，我諗如果真係大家85或者就嚟到咩嘅時候，我唔係要大家同年青人比較，唔係聽完陳牧師講之後你就覺得自己好似能力充滿咗。我諗呢個係一個錯覺。但係起碼係我哋心智上開始要諗翻我哋嘅初衷，亦都初心啦嚇。另外又要諗起，我哋其實可以喺失敗嘅裏邊重新嘅起嚟。我想舉一個例子啊，我到而家都仍然記得。嗱，呢一個我哋大家都會大概了解啦，呢個聖餐嘅一啲嘅用品咧、擺設啦咁樣。我自從係洗咗禮之後，咁跟住咧就一直有領聖餐啦，或者司聖餐嘅。我諗大家都有過啲咁樣嘅情況啦。喺我年青嘅時候，當時未係做傳道嚇，未係做傳道。咁咧就當時教會就請咗一個嘅牧者由美國過去嘅。咁嗰陣時喺香港。咁嗰個牧者咧好特別，呢個牧者好特別。佢雙目失明嘅，雙目失明。咁咧，但係咧佢好特別。咁咧佢擺咗2隻嘅假嘅眼睛喺度嘅，所以你同佢傾偈咧，佢係望住你嘅喎。其實佢係望唔到你嘅。嗱，呢個咧係好緊要嘅，即係請大家記一記呢度。佢望住你，不過佢望唔到你。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咁我咧就當時咧就不知天高地厚，咁同佢做翻譯。即係佢講英文，講廣東話啦，當然。咁喺講嘅時候，大家都幾流暢啦，咁樣等等。
咁但係咧到一個嘅情況就係佢施聖餐，我唔知點解開始個人非常之驚。好啦，喺施聖餐嘅時候咧，我哋通常咧嗱，佢用英文講啊嘛 ，take your bread， 跟住下一句係咩啊 ？take your cup。咁大家就明啦，先係餅啊嘛，後咧係領受個杯噶嘛，即係嗰個葡萄汁噶嘛。我嗰陣時驚啊，驚到都唔知係自己講過啲乜嘢。你知唔知我點樣翻譯啊？哎呀，請領受主嘅咩話杯。嗱，當然我唔係異端啊，大家明啊，大個次序啊嘛，唔係異端，不過係一個次序係非常之不恰當，係一個聖餐嘅場合，你點可以咁咧？咁樣，但係就係咁樣樣咯。咁嗰個講完佢知唔知發生咩事啊？佢係唔知嘅，因為佢對眼睇唔到噶嘛。咁佢咪當係啲人攞起個餅咯，就係咁簡單啦。咁好啦，我話一講完之後，我就覺得出事。咁弟兄姊妹聽邊個講咧？聽我講喎。咁佢話攞起餅來，咁弟兄姊妹就攞起杯來咯。咁咧就用完個杯之後，咁個牧者講到一個佢唔知發生咩事噶嘛，跟住佢繼續嘅嚟到話 take your cup咯，咁上下啦嚇，即係個意思就係咁樣。我已經冇選擇噶啦，剩低嘅係乜嘢？你冇得揀噶啦嚇，咁啊唯有請領受主嘅餅咯，即係咁樣過，一路嚟到咁樣翻譯嘅時候，一路咁嚟到心嘅裏邊好難過，好唔開心。但係又好似有一種叫做喺眾人面前咧，將個聖餐咧係即係搞亂咗。仲有一樣嘢出醜，好難起得翻身嘅。咁散咗會之後，咁咧就即係個牧師或者嗰個講員咁同我傾一兩句啦。咁個講員似乎都唔係好知道咧，即係當然佢唔知道啲人咧係點樣啦，係咪聖餐嘅次序啦？但係咧佢好似感受到我好似有啲唔對。咁佢問我，佢用對眼咁望住我，佢話 Did I hurt you？ 哎呀，哇真係好 hurt 啊！咁於是我話 no， 咁跟住就跑去廁所嗰度喊到不得了。幾十年嚟嘅經歷，記憶猶新，起碼超過40幾50年，記憶猶新。但係喺整個過程嘅裏邊，除咗係我自己覺得自己真係好唔啱、好唔好之外，我覺得有一樣嘢係重要嘅。即係弟兄姊妹繼續嘅俾我有機會。哎呀，我覺得即係唔好再揾我啦。你嗰陣時你犯嘅錯到咁樣，你仲可以乜嘢？但係我好感恩弟兄姊妹、教會嘅牧者，仍然俾我有機會繼續嚟到造就我。喺邊一度跌低，喺邊一度就要起嚟。今日企喺你面前嘅陳培明已經唔係一個嘅小朋友，唔知天高地厚嘅人，但係仍然都係有好多時犯錯。所以有人問我，由1982年牧會至到而家68歲咯，而家你一定好有經驗。我係我經驗豐富。有咩經驗啊？咁樣犯錯咯。犯錯，我記得有一個人咧係咁樣講過一句説話。Nelson Mandela 大家知道係曼德拉嗬，以前南非嘅黑人嘅總統啊。佢講一句説話，佢話唔好用我嘅成功或者我嘅成就嚟到衡量我，係憑我點樣喺多次失敗嘅裏邊或者跌倒嘅當中，
再次站起嚟。各位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當時佢嚟到，哇！見到亞納人，見到高大嘅城，驚到咧係掉頭走。但神仍然都使用佢哋。當時嘅迦勒已經係85歲咯，人認為冇乜機會再侍奉嘅時候，神仍然俾機會佢。我哋是誰啊？我哋是誰？我哋點可以唔俾機會別人？所以唔怕我哋跌倒，最怕我哋跌倒之後，我哋唔站起上嚟。呢個就係最恐怖、得人驚嘅嘢。但係我都可以不得不承認，從跌倒嘅裏邊再次企翻起上嚟係辛苦嘅。我正話所講嘅聖餐嗰個嘅例子，係講俾我聽就係話，好多時我而家都有英文叫 stage fright 啊，即係喺講台上驚啊！你話你講到咁多年，你都係，我真係驚，幾十年驚足幾十年，但係每次站起上嚟嘅時候，都係要靠住主嘅恩典，而每次站之前都嚟到鼓起最大嘅勇氣。會唔會今次又所謂又衰咗啦？會唔會？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係一個咩屬靈光景，係冇人知道，冇人知嘅，冇人知道你點解會拒絕呢？或者唔參與侍奉主，你心裏邊知。但係如果你喺心靈嘅裏邊，好似成日都有啲嘢控訴緊你，或者你覺得自己都好似哎呀我唔得噶啦咁嗰啲嘅時候，我想你知道聖經有句說話。你哋要將下垂嘅手、發酸嘅腿，再次嘅嚟到挺起上嚟。而我想講俾你聽一件事，就係當我咁樣鼓勵你嘅時候，呢位陳培明牧師係喺失敗嘅裏邊身經百戰嘅人，唔怕面皮厚，唔怕再錯過，最緊要就有侍奉機會就勇往嘅繼續侍奉落去，好嘛？保羅到最後佢話：美好嘅仗我打過啦，要跑嘅路又跑盡啦，信嘅道又守住，從此以後有公義嘅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義審判嘅主，到那日賜俾我，唔單止俾我，亦都係賜俾凡愛慕佢顯現嘅人。到有一日，我哋仍然都生活喺一種叫做或者咁講叫 stage fright 嘅裏邊。不過神知道，神知道我哋，神知道我哋嘅需要，但係亦都喺同時間，我亦都鼓勵我哋眾弟兄姊妹，讓一啲我哋睇上嚟好似屢次嘅犯錯嘅，我哋要幫佢吓，一定要幫佢。幫係背後嘅，但係仍然要扶持佢哋，等佢哋再一次為主嘅名打那美好嘅勝仗。我哋要參與嘅，接續我哋所未做完嘅嘢嘅，好唔好啊？願主嚟到使用我哋，再一次嚟到重新嘅起嚟，再闖我哋嘅高峰。從心靈裏邊嘅順服開始，操練自己，穩初心，就無懼咁嚟到去上路。我哋一齊祈禱。父，我哋喺度祈禱，弟兄姊妹之間可能喺侍奉或者喺人生嘅裏邊遇到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又或甚係挫折。或許都唔好夠膽嚟到再次面對別人，但係主啊，求你就讓我哋由初心大動，記得當時我哋點樣向你立志，記得當時你係點樣感動我哋。神啊，我哋需要因此，或許喺人生嘅缺點、侍奉嘅瑕疵，我哋需要改變。但係主就讓我哋喺啲改變嘅裏邊，讓我哋更加成熟，
更加能夠可以為你嘅名做鹽做光，打那美好嘅勝仗，將教會弟兄姊妹交託喺你嘅手中。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